台中市政府，主办单位台中市政府文化局，承办单位台中社五洲江中集团，且看摇滚跨界全新创作《樱花美人香》。添丁传奇水不尽，嘿嘿。有人独身来到异世，所有的事情藏在心底，一步一脚踏实地。 来到野生，10年的坚持全部人问，只为把心加温。来源之主就爱向前行，思念真茫然，时代一代繁忙，命也烦恼袂人相信。 长生了，讲甜丁，水甜丁，甜丁的传奇水不尽。有人讲伊是义贼，有人受伊帮助，讲伊是义侠。亲像咱的清水嘛，有人伫咧拜廖公甜丁寺咧，甜丁啊，为遐伫咧来咯，廖甜丁男主角来了。 来谈一条分，有因叫一个功夫，顺其自然比是用小劲来看世界，边走边看讲袂听，这就是上好的办法。心肝内找最所爱，人总有伊的价，善良彼此的义爱，用心看在悲惨的爱，社会的正义永远用做的比讲的较简单。
情，兄弟两地，永存两会有咱只要来到台有我湾，小小的想法。都会了你不能欺负我心内的依赖。